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生活中共款常常讲会到，这字就是退。这个退就向后壁行的意思，像咱讲倒退、退后、退步。若颠倒变的词就是进。古早一句俗谚语讲，想要光桥步步进，无期空谷倒退行。另外，这个退嘛有离开的意思，像咱讲退出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入，也佫有减去、无去的意思，像咱讲退烧、退火、退红，嘛有促销的意思。像咱讲退租、退货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退色，这个意思就是色水为青笑，慢慢变较浅。第二个词抽退，就是抽身退走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兵哥爱训练伫咧山坡地上滩，还有落滩抽退，兵仔衫真紧就会褪色，一日就会补新的衫给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退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